別墅有別墅嘅味道，今日嚟睇一套華發苑子新中式嶺南風格嘅別墅。從門口開始，從佢嘅古色古香嘅入戶大門開始，你就知道佢唔簡單。穿過二廊門就可以見到別墅入邊嘅內部，可以見到嘅咧就係一步一個景，到處都係好風景。從此可以感受到當時和珅嘅奢侈生活係點樣嘅，呢啲先係叫別墅。入到別墅可以見到咧就係6.2米嘅挑空，前後花園超過100個方，都係送俾你嘅。呢啲先叫別墅嘅味道啊嘛。地下室佢都有內有乾坤嘅設計，2層嘅地下室，你有冇見過呢？俾到更多嘅空間你去設計更多嘅空間出嚟，成層都係獨立主人房嘅設計，再加翻呢個獨立嘅衣帽櫃，推開門仲有一個大大嘅私人陽台，僅需70萬就可以攞低呢一套中式嘅別墅啦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，快啲666call我攞資料啦。